今日講八字，問事者講佢上個月開始，佢身邊出現好多小人，同埋健康上出現咗問題，同時影響佢身邊嘅人，有一啲人死咗，有一啲傷亡。佢話唔知佢嘅八字有冇影響，係唔係佢嘅八字影響佢哋，所以發生咁多事。究竟佢嘅八字係咪真係咁大能力，可以影響對方死亡、傷亡，甚至可以影響咁多事發生？我哋一齊研究佢嘅八字，睇下係咪真係咁嚴重。女入主戊土、天干、辛庚兩個，辛壬水，辛一個乙木，地支卯戌合，巳火，申戌土，兩個未土。你個八字幾好啊，財運一直都冇問題啊，保養都幾好啊。但係如果壬水一消失咗，或者流年出現，或者月份出現，壬水出現咗嘅話，辛庚就會克乙木。乙木對於你嚟講係官運同埋感情運，但係依家係冇問題嘅，你財運一直都保持得好好啊。但係你地支都係冇問題。但係你點解你講人際關係有問題？因為你可以睇到，你地支比劫太多啦，多係咪真係好咧？唔係，你多反而容易喺人際關係上特別容易大起大落。今日可以同你做朋友，第二日反面你個八字有你跡象，所以朋友之間同埋你兄弟姊妹之間特別容易發生有問題。容易經常鬧交，鬧完交之後又好容易和好，你個八字就係咁嘅跡象。但係你講上個月開始發生咁多問題，你個八字係影響你冇咁大，唔會影響對方死亡。如果有師傅同你講話你個八字影響對方死亡，呢啲師傅純粹同你講下笑啫，叫你放鬆啲。呢啲師傅同你玩下，同你嬉皮笑臉，同你玩下，同你講笑，所以你唔好當真。如果真係有師傅咁同你講下，如果真係有師傅同你講你個八字影響對方死亡，你個八字唔會影響對方死亡㗎。我可以肯定同你講，對方有自己八字。對方有自己福德，你個八字影響力冇咁大，對方唔會俾你影響到死亡，所以呢樣嘢放下，唔好擺上身，唔好一直覺得自己個八字影響對方死亡。呢樣嘢你要放低，千祈唔好咁樣諗。只不過你話上個月開始健康上出問題，係因為自火呢部分，火呢部分傷咗，所以血液啊同埋泌尿系統都容易有問題，所以你有健康上呢兩種情況，火同水受傷。但係你發生咁多問題，我覺得係風水上問題。你屋企大門口係咪喺東北位，或者你間房喺東北位，又或者你東北個位置有冇擺咗啲嘢，有冇擺咗一啲風水物件，例如紫水晶洞，有冇擺鏡，同埋有冇擺鹽燈？呢三樣嘢攞走去，
因為今年嘅病位喺東北位，如果你擺呢三樣嘢喺東北位啊，特別容易發生問題。所以你試下攞走呢三樣嘢，收埋佢，就可能會對你有幫助啦。我覺得有90%以上係因為風水問題，唔關你個八字問題。你可以睇到你八字係冇問題，只不過係自火出現咗問題。自火出現咗問題啫，傷咗冇問題。就算自火傷咗都係冇問題嘅。自火對於你嚟講係印星，印星就代表係你屋企同埋阿媽，仲有保護你嘅嘢。但係破咗冇乜所謂，都係你貴人，只不過你貴人變少咗，同埋你健康上差咗少少。但係我聽你講啲嘢，影響你冇咁大，我覺得係你風水問題。你可以揾下你屋企風水東北方有乜嘢喺度。如果有我頭先所講嘅三樣嘢，你全部攞清走晒佢，咁你嘅運程自然會好啦。紫水晶洞啊，鏡啊，仲有燃燈，呢三樣嘢啊，唔係隨便擺嘅。風水空位啊，年年唔同噶。今年個空位啊，同埋大病位啊，喺東北方，所以要注意，唔好亂擺嘢啊！一擺錯咗啊，唔單止影響你啊，影響全家人啊。所以我覺得係你個風水問題，係你屋企個風水問題，或者擺錯嘢問題，唔關你個八字事，完全冇任何問題，所以唔需要擔心。你只需要遷走東北方個位置就可以啦，遷走晒啲嘢。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